中共今仔日对台湾发动联合来减比演习，一名中国的偷渡客呢是趁台海情势紧张，早起伊就驶这丘陵船想要去到金门的民护署，金门的这海巡警官随甲伊查落来，怀疑是结合中共军演，利用船啊偷渡进行铺设地带侵扰。台湾立委就伫咧烦恼讲，认为中共就是伫咧试台湾，敢发度来应对这款多样态威胁。 一个穿蓝色救生衣的中国籍查甫人，双手叫海巡警员白安安，准备押回调查，因为伊互人掠到想要偷渡金门的民护士。中共10时对台发动联合利剑美演习，中共军机南为台海相关两岸情势紧张。金门虽然无纳入演习区，按过一个中国偷渡客再去驶救生艇，想要航向大大岛甲历史中央的民护士。金门海巡甲陆军金防部民护士守军，同步掌握海面小型目标开往民护士。海巡采取 海上拿查甲环节主动，顺利伫民护署掠到人，带回廖罗港调查。围台军演之际不排除为结合对台军演以小艇偷渡的方式进行灰色地带袭扰。 那海巡属于全面提高戒备。海巡初步调查，偷渡的查某人为漳州出发偷渡到金门，怀疑是结合对台军演，用救生艇偷渡进行侵扰，而且伫救生艇顶端有找到现金药啊、后衣啊、吊钩啊，也有大洋甲人民票现金，是准备好再来的。这一起偷渡的案件，当然我们也会怀疑，它就是在测试我们海岸防线的状况。这种多样态的威胁非常考验跨部会的及时协调能力。 在应对中共海军、海警跟民众偷渡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法源依据。立委认为，偷渡时间点在中共军演期间，恐惊是测试台湾敢有法度同时处理多样态威胁。观察今年偷渡案件，前共军男厅长姓黄的查某人，6月驶快艇直通淡水河，9月佫发生中国籍查某人过救生艇到南口，反映台湾海防老胖的忧虑。 它的雷达反射截面是非常低的就不太会反射雷达，所以你用雷达去观测再加上它速度很慢这天生就有一个困难那你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用望远镜或者是夜视仪这种东西来观测？理论上是 OK 可以。问题是这样的装备它有的时候是故障。专家分析，中共可能利用偷渡案件对台操作心理战，打击国内民心士气。目前紧爱做的是提升海巡人力，增加感情装备，强化科技监视。记者综合报道。